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自己？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便埋藏在心中的问题。他并非总是明确的答案，而是像一条河流，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浩瀚江海。他贯穿了他的人生旅途，从纯真的童年到充满矛盾的青年，再到成熟而深刻的中年，以及对未来的从容想象。每一次的思考与抉择，都是这条河流蜿蜒前进的力量，而他不断追寻的自己，正是在这片水域中浮现的航向。童年的梦想，初生之光。在他的童年世界中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那个时候的他，眼中充满好奇和希望。每一天，天边的云、草丛里的虫鸣、夜晚的星空，都是他发现世界的窗口。正是在这片简单而丰富的天地中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这个问题的召唤。在故事书里，他看到无所不能的英雄，他们或挥舞着利剑战胜恶龙，或利用智慧解决难题。他深深被这些角色吸引，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勇敢、善良又充满智慧的人。于是，他常常披着床单，假装成斗篷，在家里的客厅上演着拯救世界的游戏。他并不知道英雄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但他知道这些角色有力量和勇气，而这种力量让他深深着迷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父母是他的第一任榜样。他的父亲是个勤劳的人，总是早起晚归，为家庭奔波劳碌。他的母亲则温柔善良，常常在邻里间伸出援手。年幼的他虽然不明白这些行为的深意，却从他们的言行中感受到了善良与责任的意义。他会模仿母亲的样子，用稚嫩的小手扶起跌倒的小伙伴，也会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把家里的杂物搬到院子里，尽管笨拙，却充满认真。在童年，他对理想中的自己的理解是朴素的，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善良、勇敢，能够让身边人感到温暖的人。那个时候的他，怀揣着简单的梦想，未曾意识到未来会有多么复杂。少年的挣扎、迷茫与追寻。少年时期，他开始接触到更多来自外界的声音。学校成为了他的主要舞台，而成绩、排名、竞赛则构成了他对成功的初步认识。他开始学会比较，学会在他人的眼光中寻找自己的价值。那些在课堂上总能回答正确问题的同学，那些在运动场上如闪电般奔跑的队员，似乎都成了他仰望的目标。他感到迷茫，因为外界对优秀的定义似乎与他的内心有所冲突。比如，他喜欢画画，喜欢在纸上涂涂画画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但周围的人却告诉他，画画不是正经事，还是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上。于是，他试着隐藏自己的兴趣，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领域，数学竞赛、科学实验、语言演讲。这种转变一开始让他感到兴奋，因为当他得到老师的表扬、同学的羡慕时，他会觉得自己更接近理想的自己。但很快，他意识到这种成就感总是短暂的。一次考试的失利就足以让他的自信崩塌，一个冷漠的眼神就能让他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。他开始质问自己，这些追求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，那我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在他的心中盘旋了很久，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。但正是这种迷茫，促使他开始反思。他渐渐意识到，真正的理想中的自己，也许并不是完全迎合外界的期待，而是能够找到内心平和与满足的人。青年的觉醒，意义的追寻。进入青年时期，他的人生视野逐渐拓宽。大学的经历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，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局限于成绩和排名，而是开始关注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，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一次志愿活动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。那是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他和团队为村里的孩子们开设了一次短期课程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那些孩子的眼神却异常明亮。他们渴望知识，渴望关怀，而他发现自己的努力竟然可以点亮他们的希望。原来，成为怎样的自己，远远不只是满足自己的愿望。他在那一刻深刻感受到，理想的自己是一个能够为他人带来温暖和力量的人。在这次经历之后，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目标。他不再以追逐社会认可为中心，而是试图找到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，找到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。
这一阶段的他开始学习与自己和解。他意识到迷茫并不是坏事，它反而是通往清晰的前奏。他试着回顾童年的梦想，结合当下的经历，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方向。他希望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热情、能够创造价值的人。中年的平衡，成熟中的定力。步入中年，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更加稳重的阶段。事业的压力、家庭的责任、社会的复杂性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元。他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，需要在追求个人理想与肩负责任之间找到突破口。在工作中，他希望成为一个专业而可靠的人。他努力让自己的每一份付出都能体现出价值，但同时，他也学会了不让工作完全占据生活。他意识到，真正的成功不仅在于事业上的成就，还在于家庭中的幸福和内心的满足。他开始更加关注家人，他陪伴孩子成长，倾听他们的烦恼，教会他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他照顾年迈的父母，尽可能抽时间和他们共度闲暇时光。他不再用忙碌作为逃避生活的借口，而是试图用行动去实践他心中理想的平衡生活。在这个阶段，他对希望成为怎样的自己的定义更加成熟。他明白，生活中的每一面都需要用心经营，而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并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一个过程。他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内心的真诚和行动的坚定。老年的智慧、从容与传承。对于未来的老年生活，他有着美好的想象。他希望成为一个内心平静而又智慧的人，一个不再被外界的纷扰所困扰的人。他相信，真正的成熟不是拥有一切，而是学会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，并且用感恩的心态面对得与失。他想象自己有一天坐在阳光洒满的庭院里，回忆一生的经历。他希望在那些回忆中，不只是成功的片段，也有失败的教训；不只是掌声，也有静默中感受到的爱。他希望自己能够用这些经历去告诉下一代生命的真谛：勇敢、真实、坚持，并永远心怀希望。对于死亡，他不再恐惧，而是将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。他认为，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并不是永远追求更高的成就，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最好的自己，并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人留下希望与温暖。结语：成为过程中的自己。回顾一生，他最终明白，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自己，并没有固定的答案。这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更新的问题，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。他深刻地体会到，成为理想的自己，并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学会与自己的不完美共处，并在每一个阶段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他的人生因此充满意义，在每一次的挑战中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潜力；在每一次的迷茫中，他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动力。而这种追寻本身，便是生命最深刻的价值所在。